喺10月4日嘅賽事有兩匹馬特別值得你留意。第一匹係第7場3班田草1000米直路賽嘅7號馬精彩福星。點解呢匹馬值得你留意？如果你去第7場實力馬嗰度，你會見到呢場直路賽係有放頭馬嘅，兩匹都係同程嘅放頭實力馬，一匹就係星際快車，另外一匹就係呢匹要留意嘅精彩福星。如果你睇星際快車贏呢一仗，佢係喺慢步出入邊，其實末段都做唔到正嘅末段指數，而時間指數亦都係負嘅。咁如果你睇精彩福星，佢亦都係放頭同程實力馬，佢就唔同啦，前快後快，成個本身時間亦都係非常之快。由於田草1000米最短嘅直路賽係特利放頭嘅實力馬，當然係同程嘅放頭實力馬咧。因此呢匹嘅精彩福星，佢嘅跑法正正適合田草1000米最短途嘅放頭跑法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再睇呢匹馬啦。呢匹馬就係上仗嘅同程放頭實力馬，係咪？佢係一匹真正嘅放頭實力馬。點解？佢喺1000米咁短途都可以彈甩對手，差唔多近3個身位，由頭放到落尾，而且佢係快放，末段仲要加速，而時間指數亦都係非常之勁嘅。好啦，咁如果你去所有馬嗰度揀呢匹馬出嚟，其實佢係跑咗4仗嘅啫。來港之後跑咗3次直路賽，第一次跑第2，嗰個時間係負嘅，係咪？第二次跑第7，呢個第一次就加咗個 CP1 啦，咁佢嗰個時間指數做翻正噶啦。呢個係佢上季3歲嗰陣時。咁我哋講呢一仗就係上仗啦，就係今季嘅。呢匹馬轉4歲啦，再跑同程，彈甩差唔多近3個身位，由頭放到落尾，而且嗰個3個指數都非常之強勁。咁你睇到呢匹馬大前仗同上仗比，明顯佢係有好大嘅進步嘅，係咪？無論你睇本身時間指數或者末段嘅指數，甚至前速都係嘅，大幅提升嘅。唔單止咁，如果你去你嗰個數據庫嗰度睇本身時間，即係短途時間啦。咁我哋揀上季同埋今季，因為今季好少嘅啫，睇埋上季一齊就揀田草1000米前2名。精彩福星，佢唔單止自己大幅進步，而且佢自己嗰個本身時間係上季至今季所有嘅田草1000米直路賽最快嘅，係55秒33。上季至今季重複係最快嘅，即係冇馬快過佢，而且佢個時間全部自己做嘅，因為佢係放頭馬。呢個第一。第二，如果你去資料庫嗰度啦亦都係揀上季至今季，然後揀田草1000米。呢度就所有嘅馬匹跑1000米嘅啦，由上季至今季直路賽。咁我哋再睇個頭段啦。如果你喺嗰個頭段嗰度睇，你會見到最快嗰匹馬個頭段就係33.06，係咪最快？呢匹馬係邊匹咧？而亦都係今季贏馬呢匹嘅精彩復勝。換言之，呢匹嘅精彩復勝，佢唔單止係上季至今季跑同程時間本身時間最快嘅，而且佢係頭段亦都係最快嘅。咁係咩意思咧？即係話喺呢場嘅賽事，佢係具備最快嘅頭段，即係話佢係較容易又可以放頭啦，係咪？因為佢係上季至今所有嘅直路賽，佢放得最快嘅嗰個頭段。咁佢而家有咁快嘅頭段排第一嘅，唔難放到啦。如果佢放到嘅話，又好似上仗咁樣跑，佢個本身時間又係最快嘅，而且仲係短途，而且仲喺1000米咁短可以彈甩近3個身位。好明顯喺呢場呢匹馬係超咗出嚟噶啦。OK，呢匹嘅精彩復星
喺呢場嘅賽事就特別值得你留意。嗱，佢雖然係加咗11分啊，但係佢其實加磅唔多㗎咋。如果你睇佢上仗係孭121磅，今次係孭123磅，點解？因為有啲85分嗰啲走落嚟，因此形成呢匹馬雖然係加11分，其實副磅係加2磅嘅啫。咁即係話呢匹馬喺呢場嘅賽事係非常之有利嘅實力集於一身嘅，因此第七場7號精彩呼聲特別值得你留意。當然呢匹馬值得你考慮攞嚟做馬膽。第二場，第二匹值得你留意嘅馬係第9場3班田草1200米嘅3號馬燈膽將軍。去十里馬嗰度，你會見到呢場1200米短途賽係有放頭馬嘅，包括有魯班精神同淨係放落十里馬啦。呢場係慢放加速做正指數嘅，亦都有寶駿啦，係咪？嗱，佢係3場跑1200都係放，而且呢匹馬唔識得慢放嘅，咁你可以睇佢個頭段，你係睇得到嘅，基本上全部都係正嘅，係咪？而且正得都幾高下嘅，因此喺呢場嘅賽事係一場有步速嘅賽事。嗱，一般嚟講有步速嘅賽事咧，後邊啲咧，後上仗嘅同程十里馬排中內檔，可以咬住中間個位置，最緊要就係末段識得過馬，同埋末段指數係正嘅，即係識得加速，而且個本身時間亦都係正嘅，因為呢場通常係有步速嘅賽事。嗱，咁你就見到上仗係冇嘅，係得一匹燈膽將軍嘅啫。佢嘅跑法，嗱，佢係可以咬住個中間位置。咁當然啦，呢仗佢係排8檔，係可以走呢個位。嗱，今次佢個排檔其實不利啊，但係雖然個排檔不利，但係如果你睇呢匹馬嘅跑法，嗱，佢跑咗3仗嘅啫，側身馬大前仗跑同程初出排14檔已經唔利㗎啦，係咪？而且仲遇上睇唔到啊，慢步速咁更加不利啦。而且佢仲係14位咁樣衝上嚟，做一個好勁嘅末段指數，即係加速能力好強，爬田草1200而跑第三，輸3%嘅身位嘅啫。跟住前仗再跑，你又係排外檔。呢場嗰個步速亦都唔係快嘅，係中等啦，中等偏慢少少。佢又要留喺後邊。又話識得過馬，又係具備好強嘅同程加速能力，唔單止咁，佢令到成個時間指數亦都係轉正㗎啦。呢個就係第二次跑，即係話呢匹馬其實係唔怕外檔嘅，係咪？好啦，上仗升班排8檔，都唔係屬於內啦，屬於中間㗎啦。咁其實呢匹馬嗱，佢係可以走二碟啦，就咬住個中間個位置啦。如果你睇呢仗，其實一場快步速嘅賽事嚟嘅。佢咬住個中間走二碟，末段亦都係好強勁嘅加速能力，而且時間指數亦都係正嘅。而且佢好快，好早已經收韁贏馬。如果佢唔收韁，係唔係呢個佢頭馬嘅？OK，呢條片你要睇。咁即係話喺呢場嘅賽事係冇乜馬末段識得加速，而且過馬，而且時間指數係正嘅。如果你睇同程嘅話，係得一匹嘅啫，燈膽將軍係咪嗱？正嘅，正嘅，識得過馬，而且喺呢度嘅呢個唔係呢個係放頭啦，我哋講咬住中間位置過馬嗰啲，呢個識得過馬正指數呢匹又係燈膽將軍，係咪？咁即係話冇啦。咁即係換言之，喺呢場嘅賽事有利跑法排中內檔，末段識得加速，時間知道正嘅馬係見唔到嘅。咁因此喺呢場嘅賽事，而上仗嘅同程十里馬係得呢匹嘅燈膽將軍。而雖然佢今次嗰個檔位唔係咁有利啊，正路嚟講，但係由於呢場係冇第二啲形勢有利嘅馬匹，加上呢匹馬本身係唔怕排外檔，佢已經證明咗俾你睇，無論喺慢步速，佢係可以喘；中等步速又可以喘彈甩嘅，係咪孭住132磅？快步速佢亦都係可以喘嘅。因此喺呢場嘅賽事，呢匹嘅
燈膽將軍仍然值得攞嚟做馬膽嘅，即係呢匹馬要特別留意啦。當然，亦都值得攞嚟做馬膽。換言之，如果你係職業排位計算表贏錢版嘅用者，嗱呢兩場嘅賽事都有馬膽，點樣運用佢哋？當然利用佢哋去拖幾匹配腳去買過關。咁如果你係贏錢版嘅用者，你係可以參考我哋入邊嘅配腳。如果你仲未有職業排位計算表贏錢版嘅話，我就建議你依家嗱臨即刻擁有啦。嗱，擁有贏錢版非常容易，你只需要掃一掃呢度嘅二維碼，你就可以即刻擁有啦。記住，千祈唔好錯過嚟緊賽事，只需要用幾百蚊落注而可以贏過萬嘅機會。